台中有民众24号到高雄旅游，入住这间商旅，但是他指控和伴侣睡到半夜，却被陌生人用房卡打开门闯入房间，让他吓坏了。之后跑到柜台询问，才知道开门进来的是新的房客。睡到大概凌晨2点多的时候，发现有人打开门这样子，我们房间是有反锁的状态，我们那时候都已经睡觉，已经就昏昏沉沉了，然后就发现门打开，我们吓到。商旅柜台人员误以为当事人的房间是空房，就把房卡给了新的房客，才发生闯入房间的风波。当时他们是以1400多元入住，商旅后续透过订房平台退400多块给受害房客。原本他们是提说打7折啊，然后我是同意的，但后来因为他们的发文表示说他们很积极的关心我，但其实并没有。南下度假却因为房间被新房客闯入打坏出游兴致，商旅完成内部调查，也跟着发表声明跟房客表达歉意。